只有这种的吗？有2种。阿弟你，是比他妈瓜子不少。2种做法，一个炒，这个炒的嘛，你好放大一点点。阿弟你不放一啦，阿弟你不放一啦。不用，跟一样啊。哦，里面的呢，怎么那么大麻菇这么？那个烟可以啊，那个空气可以通出来。哦。再等。就2种。只有这边会上面带。哦。打一点麻菇。就2个做法，2种炒的，还有一个。那个管子是用什么木头？你建筑吗？建筑。对。我发现哈，那个里山、火环山越人它会越小，所以要去采，到火环山采，很老。是哦。建筑它说越冷。它就越细。越耐。越小。哦。所以你要找越细越好。对。我们这边呢，一烧很快。哦，你这样，要不然它很容易就是会烧坏掉。对。这个还是要找。也是要找耐的东西。所以越深山越好。越深山越好。建筑。这个叫10哦，管子叫10。吸东西。很久没有听到这一句了，吸。很久没有听到这个10叫的。它的名字叫10哦。很多是这个10。我们是对。Tapi orang tu lah awal nak一年都可以拿吗？整年？来过啦，时间。有时间，因为。大概几月？这个就要变了。哦，这个不行了。长笋不行。竹笋长笋是不要去拿。竹笋。因为它那个竹笋会吸收水分。哦。整个水分会跑来。经过它那边比较不耐，而且影响到竹笋。你冻着它，竹笋会减少。竹笋生长的时候大概是在3、4月嘛，2月。对，4月。4月不能。4月、5月就开始可以采。竹笋没有的时候就5月到12月吗？1月。1月左右。都可以采。都可以采。因为你采下去还要晒干，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很长。通常老人家最喜欢在哪个季节？你什么？最喜欢、最适合，怎么说？在家里闲的。闲的时间。反正它就是长竹笋就不行，其他时间都。南的老人家是到聚会所，以前我们的老人都会到聚会所。因为去聚会所有那种青少年会为他们预备中餐。哦，去聚会所会有。老人家巴卡龙也会去。他在那边等的时候吃饭，然后他就他们在等自己的东西，在那边自己边。然后在那边聊天。有的是做那个包糕啊，搞。就在聚会所。那边就会有人一起在那边住。对。包包他就给青少年说，不得花过，那我就便当换，他就回去。青少年就去家里。所以超通常都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。对。年轻人不会抽。不会。巴卡罗那就在部落。他们都在做事情，没有时，应该比较有时间。帮那些老人家。我们以前做巴卡罗那时候。专门打的。早上吃饱饭就去聚会所扫地啊，起火啊，等那个老人家过来。所以都是年轻。本来就是我
我们没有随那个水不能随便拿呢，他会假设在那边，叫你去那边拿。他们会知道要哪里的水要去哪里怎么样，他们就知道。你不能随便说我去拿随便拿，他会讲。那个不是山泉水。他会骂。他会。那不是那边的水，哇，厉害。老人家专门很专业。所以大部分都会在聚会所做东西。大部分都在聚会所。就是在石壁，那边都在石壁那里制作。咪生就念大概几那古啦几工哩，所以安尼。要看东西，要看东西。我们今天好，大概一个礼拜。有到期很快，然后不到期好，有很慢。他是一个礼拜，马上要在。才会做一个完整的。我到8，不是晚上，差不多是5天。那是专做哦。专门做。不做别的事。专门做，不能做别的。一个礼拜。有空去做的话，那时间不一定。对。以前的老人没有事啊，种完田就没事了。那阿美就有分那个管子的长短有。有分说谁抽比较长。哦。没有。看你自己为了美观的时候。你自己想要长就长。自己决定要多长。因为泰雅族好像有分男生不知道是男生短的，女生长的还是女生。Amis 没有那么细，他们可能。他们好像有分吼，男生还是女生是抽长的，男生抽短的。他说阿美族的只要愿意多少就是你自己喜欢的长度自己决定。自己决定吼，很奥妙吼，每组都有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到底以前是谁先做？不知道。我觉得泰雅族的做法也是一样，类似。你看阿米斯的做法也都差不多。台湾族做的也很漂亮哦。也是。他们用贵族吗？也是用这样做，只是做起来的样子。一样都这样。都是这样做。有的是用木头的。也可以用木头了，皮浪。它的习气能用什么？如果是木头。就是熬建筑。misalnya kita ukur mahal, sekarang pitau ya mah, pitau ukur, mana anggun ni? Kau. Lilit. 这个叫李丽。sapi有好，差不多了，熬来。你还用那个杀戮机啊？一下子，就好了。现代的。以前人家完全用自己手工，就是手工。那比较有纪念性。而且它它的结果它慢慢这样。嘿吼，还有你打塞掉，对，整个都是慢慢修，对啊。对啊，手工就比较细。细，所以它这个很漂亮啊。这个也是手工的。为什么这个很漂亮？用刀上。然后完了以后用槟榔渣，这样磨。他当槟榔渣磨。当磨砂。当这个砂，磨得比较滑。很亮哦。它越磨越亮。是哦，你有看过吗？有啊。是哦。我妈妈哦，她旧的吃槟榔完以后。它还是磨就是要把它磨亮，越磨越亮。越磨越亮。那吃好几个槟榔，好像又拿去磨。很难的，要把亮。要把亮。它的整个都亮亮的。
整个都很亮，对，发亮。它也是保养啊。也是保养。那有没有人抽一抽就戒掉？一抽就会一直他很爱惜。那个烟草自己种吗？我记得我以前我阿嬷种好几分地耶，我们还去帮忙。因那个长出来那个紫云啊，那个收集，哦。香港的对对对。在田野一排一排的。对，以前一排一排然后很多呢。收那个叶子。那些都是自己抽吗？还是卖给？自己抽。自己抽，应该是大部分都是自己种。我们安利只是自然长出来的，然后它长以后不要给它砍，让它然后那个它的籽就掉下来。籽要把它的种子要。种子啊，保留。留起来。留下来，然后几月几号几月就开始种。它有固定时间在种。有。一年。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对。它有的时间是从2月一直到5月。差不多6月。我现在想到那个烟草叫达萨固，对吗？那是日语的话。达萨固是日语哦。阿米斯内达马固哦。是哦。达萨固是日语哦。那在形容那个烟草不啦？达萨固。是哦。难怪我以前听到的都是达萨固。阿美族都是种来自己抽。对。不会说。不会的。卖给。没有人买啊，大家都在自己种啊。自己种自己。所以那种平地人也是这样抽。而且互相。白浪呢？白浪也是自己吗？他们也是会抽这种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他们没有。他们从哪里来不知道。现在白浪是那么长的呢，白浪的叶子那么长。也有分种。他们的品种不一样。品种不一样哦。改良品种。真的不一样。他们的品种不同哦。他们叶子这么宽，那么长。跟平地的不一样，他们都很长的呢。我们是自然出来的。一样的吗？一样的吗？味道。不知道。烟草。因为他们是，他们什么有那个什么工作坊里面，他们用烟盖起来做的，当然不一样。是哦。然后他们晒好的、干好的卖给公卖局。公卖局在做香烟。可能有分等级哦。在下里他们已经整理好，如果没有做好，哪个公卖局不买，要退货。所以是汉人才会种，然后拿去卖。对。那阿美族都是自己抽。对，所以不要长得很漂亮啊，那也是可以抽掉。阿美族是随便。有地就种。杀一杀的。然后就，所以它很好长，很好长。过1年了。很好长，我记得我以前有帮忙种啊。很小的时候的工作都是那个。是有很多，我那边。是哦。对啊，那时候。忘记。我也没看过很久了，忘记长得如何了呢？还会长吗？明年要等到明年，还要记得。明年再来。要记得。不然我会忘记。对啊。现在9月啊。有要跟那个野菜那边说啊，他们要就是现在把那个写说几月是什么。奇怪哦，不会随便长呢。烟草是啊，它还是不是它也是看。所以它4月才。有阿美族的地方它才会长啊。它还会认呢。老师说不会随便长，可能有啦，只是一般人不认识。那边的是你们拿过来撒的，还是他自己长出来？自动长出来。可能以前的人呐，以前的人还有那个种子在那。刚开始来的时候可能有带了。然后他就一直。这边是泰雅族的地钱，很早以前。这是泰雅族住的。是哦。以前这边有地。后来这边的人呢，政府搬到观音。搬走。那个林成龙也讲，但是以前这边是我们大家住的地方，为什么今天你们可以住？林成龙跟我讲。
哦，以前也是合法的。我那个以前是部落。我们习惯在河边。所以你们喜欢在山上。在山底，那边有很多飞鼠啊，他们。没有回来，我之前开玩笑。对啊，习惯不一样。对，后来光阴的被搬迁走的，全部没有了，搬到复兴上回来啊。那些那个。白人住在那边了。哦，真的哦。还是那个汉人也是喜欢山上啊，调养生。反而白浪那边很多地呢。马多阿塞，全部的马多阿塞都是会抽烟吗？他们不明。90%。老人90%。有的没有抽。马多阿塞的还是没有没抽。到现在一样，有的不抽就是不抽。这边他们不什么呢？不啦？跟信仰有关系吗？没有啊。信天主教、基督教的。还是兴趣。兴趣哦，个人的兴趣。嗜好。跟信仰。跟信仰没有关系嘛？吼。没有跟信仰没有关系。有些人会吃，有些人也在吃槟榔。就是嗜好就对了。嗜好。对啊，有些人也不吃。对。有的人会晕呐。喝酒也是。真的。有些人就是不能。像我就不会喝呢。喜欢喝的就一直。还是少数。为了健康。这些都是一种娱乐休闲。对啊，就是你无聊的时候。以我的部落来评估。我的了解是90%。所以也蛮多的。老人。年轻一样。也是哦。几岁可以抽哪一间的？没有规定。老人会教小朋友吗？太小的不能。不要抽，小孩子不能抽。大概结婚后以后才可以嘛？是吗？你提供的以后结婚。就是小孩抽会被骂的，大部分都是老人家在抽。对。结婚后才抽了。也是一样啊。对。那男生女生都结婚以后他就不干涉了。对。尤其是女生最不要抽了不好看。会被骂。抽烟。很严格只有结婚后才有允许。抽烟更严重。女生会抽吗？女生会被骂，不会啊。也是会抽。也是会有偷偷的抽大部分抽烟就是你。都是老女生啊。为什么？阿公都比较少反而比较少。你爸爸一样比较会哦。主人那个反应。你母系社会啊。主人在家都没事做。男生还要去工作。还要去抓鱼，还要去问。抓鱼啊。对啊，在家年纪大了就比较没有事。家也比较闲母系社会。抽烟吃槟榔。坐在那边。还去聊天。到邻居聊天。就是妈妈。都是。感情交流啦。男生都不在家嘛。那他们会都聚在一起吗？好几家聚在一起。对啊，会聚在一起。如果男生在家，人家会笑。对。哇，怎么都不做事这样。因为是招过来都要当。因为被招嘛，懒惰的。女婿。所以不敢在家里。没有事做，还是去山上，在山上。打猎，对，放牛都是打杂都是男生，女生就是母系社会，所以他们有机会在。我跟我爸爸去打，就叫我去，他没有事做啊。叫年轻人没有事。但是不敢回家。不回家，对。原来是以前的生活是这样男生是。所以母系社会不一样。母亲比较伟大，难怪抽烟的都是女生，会不会比较早走？女生比例，女生比较早走。男生为什么没有抽烟，没有时间抽烟？不是。为什么？工作。我在做，一直做事。
身体会很健康。可是有的女生年龄很长，寿命很长，也不是平均。也都有。也都有了哈，大部分都是。没有最重的工作，搞太多的工作，还没当过是只是闲聊跟娱乐啦，嗜好，对身体也不好，还是禁止啦吼。好，阿赖谢谢，阿弟俩在个比赛。谢谢阿赖，打火的时候，系。阿尼说，你这个就刚刚就过习惯了，没有法子那阿什么不，都吃饭在喊，都给他们师傅或者阿赖他们那，那都跟不一样。主要这些都送给你。好，阿赖，这个回去做多一点。就